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睇得到珠海情侶路嘅靠山別墅，靠住鳳凰山，真係有靠山㗎。100個就可以落低情侶路嘅靠山別墅啦，有前後花園，4個套房，230平方啊。配埋專屬嘅 lift 位，超大嘅客廳，後花園 BBQ 搞 party 全部都得。1樓配埋一個套房。OK， 我哋落負1睇一睇。OK， 落到負1，咁呢一層就屬於你嘅私人空間㗎啦。咁呢個位置可以做一個客廳，做個 K 房、私人影院都得嘅，任你選擇。配埋一排一個酒櫃，一個吧台。負1都係有一間套房嘅喎。呢度出去就係你嘅私人車庫㗎啦。OK， 我哋上去2樓睇一睇，究竟係點？上到2樓，配埋2間套房，一間超大嘅主人房。主人房配埋一個小書房，可以做一個小房間。右手邊都係我哋一間套房嚟嘅。